来看宜兰罗东棒球场105年以后，就无阁有职棒的比赛哦。过去伫办职棒的比赛时阵，捌发生过跳电。地方政府是呼吁县政府应该要赶紧改善，互球场卖当来拍职棒，民众就会当伫在地看职业比赛。国中棒球员甲球击出去，金尾拼去一垒，毋过上垒了后，准备要去二垒的时阵，煞受伤啊，去互队友甲插落来。这场伫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举行的赛事，造成2个球员受伤，是毋是甲场地有牵连，还阁爱查。如果这里没有的话，我们都还要到台北去啊。所以会希望职棒重回这里这样子。对，对这边提升棒球运动风气都有啊，而且可以带动游客过来。罗东棒球场是宜兰县唯一的标准棒球场，从105年7月到今，已经真侪年无迎接职棒的赛事。过去才捌举行职棒赛，还阁发生过跳电的争议。2018年，体育署委托台湾体育大学做球场体检，因为这个所在空间伤小，列做4级。我们也可以让宜兰县的这个参与提升之后，也可以增进这个我们所有赛事的这个切磋。而且也可以赚进一些我们的这个观光财。就算讲县府已经落入去3000多万的经费来改善球场的电力系统，还有硬体设备，观众席嘛增加到6000位，不过场地嘛无升级，地方政府经改善，通互职棒过来宜兰举行。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再持续的来去争取经费，来去做后续的一些整修改善的工作。县府讲，正欢迎职棒到宜兰来比赛，会继续来争取经费，改善球场的观众席、休困席的空间，希望会当来符合拍职棒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